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10，诗篇111篇50安尼讲：伊赏赐美娘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要永远纪念伊的约。3甲来祈祷，赏赐美娘，互敬畏你的人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古早到伫现在，也要伫将来到永远，永远袂改变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愿伫你面前谦卑来向你恳求。求你互阮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开力，通赢过生活中的困难甲挑战，互阮有坚定的信心来勇敢向前。主啊！求你用你丰盛的慈爱来款待阮，因为你是阮慈爱的爸。主啊，倚靠你的人就无地见效，因为倚靠你的。你要互因得到丰盛，以及10分的平安。主啊，你要赏赐美娘，互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你要永远纪念你的约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